再来看美国白宫初一宣布，讲美中经贸协议细节的清单，美国是对这个月初10开始要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对象。也毋过，美国总统川普嘛是强调讲，伟大的先进晶片 Blackwell 嘛是未当搁卖予其他国家。另外，中国嘛宣布讲要暂停稀土的管制，加放年管制好消息，莫予今仔大股一开盘就起。美国四大指数顶礼拜五全部收红，国内台股拜一开红盘。早盘甚至要到28450点，起超过260点，了后起的幅度无遐济就反乌。宽达股台积电盘中来回，要维持伫1500块的平盘。专家认为讲，即马美中经贸协议公开，对台股来讲是真好的消息。相关的障碍会更少 ，AI 的需求拉抬那今年台湾的股市呢，其实是有基本面在支撑的，因此现在就是说锦上添花啦。美国白宫初一宣布美中经贸协议的内容，中国宣布暂停这批10月初9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，确保恢复出口安矽半导体中国工厂的晶片。因为美国这边是为这个月初10开始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的对象。就算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顶个月月底，佫一再强调讲，希望辉达上先进 Blackwell 晶片会当伫中国上市。不过，美国总统川普初二伫空军1号展馆回应讲，美国未甲辉达的先进晶片 Blackwell 予其他的人。出口管制清单一扩大，那很多订单就没有办法接进来，那对台湾的厂商来说是比较负面的。所以这一次，美国政府宣布不会再扩大管制名单，这个对台湾的厂商应该算好消息。因那半导体业界传出台积电从9月份就开始通知客户，讲为明年1月份开始，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会连续4年起价，平均起的幅度是3%至5%。有风声讲联发科甲高通考虑要转单，不过专家认为讲台积电有竞争的优势，影响并无大，整体也是会当压关利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